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我哋喺重慶咧，除咗南國樹係市樹，即係城市嘅樹嚟㗎。咁我哋又發現有另外一種花叫做山茶花，原來又係呢個市裏邊嘅花嚟嘅喎，叫做市花。咁山茶花咧，佢呢個品種咧係非常好特別㗎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可以最適合喺一個溫度咧，就係18到25度。但如果萬一熱到40度咧，佢都可以能夠捱得住嘅。咁同埋咧，佢耐寒嘅能力咧，可以去到零下5度嘅。咁有人就話咧，佢呢一個咁樣嘅堅韌咧，有啲似重慶人啊咁樣。咁而且咧，佢嘅花期咧係持續有半年嘅。佢嘅顏色好多種嘅，有深紅色，有玫瑰紅色，有淺紅色，有粉色，有粉白色，有純白色。佢嘅花型咧有好多嘅喎，有單瓣嘅，有半重瓣嘅，有托櫃瓣，又有咩玫瑰重瓣，又有咧全重瓣。咁即係我唔係研究花啦，不過我睇到都覺呢個花真係好吸引人啊嚇！咁我哋就喺呢一個嘅重慶嘅地方咧，我哋就發現哇，有呢一種嘅花嗱，你睇我而家企喺呢個地方，都係用呢個花嚟到做背景嘅。咁除咗呢樣嘢咧，又好特別喎！喺個廣場裏邊，我哋行嘅時候，好大嘅燈箱。哇！呢個燈箱寫住乜嘢咧？嗱，你一陣你會見到啊！嗬，原來寫住咩啊？誒，順路許個願咧，係嘛？因為好多人去重慶啊。咁許咩願咧？哇！有一個最大嘅字叫愛，第二個字叫平安，第三叫自由發財。咁以後落嚟有好多啦。咁然之後，我發覺喺呢個嘅喺下邊仲有幾個字，唔該你企定，然之後請你注視，然之後你內心最清晰嗰個願望正喺度俾睇見。我就問啦，咁俾邊個睇見先得㗎？如果我心裏面真係呢個願望，邊個睇見啊？睇見咗係咪真係可以咧？我真係好想愛啊，好想有人愛我啊！呢個世界太缺乏愛啦，所以到處你見到真係冇愛嘅地方，就好似地獄一樣啊，係咪啊？咁當我睇到呢啲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我又諗起聖經一早話俾我哋聽，佢講緊乜嘢啊？係話所以耶穌講嘅嗬，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，吃什麼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穿什麼。生命唔勝於飲食咩？身體唔勝於衣裳咩？佢又再講。你睇下天上嘅飛鳥，唔種唔收，唔積蓄喺倉裏，你哋嘅天父尚且養活佢，你哋比飛鳥仲要貴重得多。我仲再講，你哋邊個可以用思慮叫你嘅壽數多加一刻呢？或者叫你身體可以多長啲？冇係咪啊？佢點解要為衣裳憂慮呢？你諗下野地嘅百合花點樣生起上嚟㗎？佢唔勞苦都唔紡線，然而我告訴你，所羅門極榮華嘅時候，佢穿戴嘅都不如花嘅一朵。聖經再講，你哋呢啲小信嘅人啊，野地裏嘅草，今天種在，明天就掉喺爐裏邊，佢哋嘅火爐啊！神仲俾佢咁樣嘅裝飾，何況你哋呢？又再提，所以唔好憂慮。說吃什麼，喝什麼，穿什麼，跟住佢話呢啲都係外邦人所求嘅，你哋需用呢一切，你哋嘅天父係知道嘅。哇！我讀到呢一處嘅時候，我真係我發覺到原來呢一度咧，佢不斷嘅提至少3次，去提乜嘢啊？去話俾我哋聽，唔好為生命憂慮，吃什麼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，穿什麼。佢再講，唔好憂慮，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，唔好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當就好啦。哇！你講就容易啊，如果做父母嘅就好明白呢個擔子係咪越嚟越重啊？係咪啊？哇！我唔食，我啲細路都要食噶，係咪啊？
話點咧？唔憂慮就假噶啦。啊，咁秘訣喺邊度咧？哦，我發覺耶穌再講，佢話呢啲都係外邦人所求，你哋需用呢一切嘅東西，你哋嘅天父係知道嘅。點解去用外邦人咧？即係話呢啲係冇天父嘅人啊！你有冇發覺邊個？如果有爸爸，你話幾好呢？我覺得我細嘅時候，我可以將所有憂慮俾晒爸爸嘅。所以話你們需用嘅這一切東西，你們嘅天父係知道嘅。問題嚟啦，你今日知唔知邊個係你嘅天父啊？永恆嘅天父，唔會改變嘅天父啊！如果我知嘅話，咁我又知道我嘅爸爸一定會照顧我，而且呢個爸爸唔係肉身嘅爸爸，我肉身爸爸都唔喺處啦，返咗天家。我有一個永恆嘅爸爸，就係創造天地嘅爸爸，我可以稱佢做天父，你信唔信啊？哇，有冇搞錯啊？你咁大膽叫天上嘅神叫做爸爸？係啊，因為佢俾權我咁樣嘅。嗱，我又讀一次聖經俾你聽，你就明啦吓。聖經有一字好寶貴嘅，佢話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。接待邊個啊？原來接待主耶穌啊！你接待主耶穌就係信佢名嘅人，咁咧佢就俾你一個權柄，可以做上帝嘅兒女、天父嘅兒女。呢度講係天父作神嘅兒女啊！咁如果我係佢嘅兒女，我係咪叫佢做天父啊？係咪啊？哇！你發覺呢個係咪好大嘅一個福音？就係呢個意思嚟㗎啦。原來我有天父看顧啊，佢看顧萬物，佢點解唔看顧我啊？我比萬物都仲要珍貴啊，係咪啊？所以佢一定會看顧我，咁我就可以將我嘅憂慮卸俾佢啦，因為係顧念我啊。所以聖經喺呢處就再提醒我哋啊，佢話咩咧？佢話所以你哋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呢啲嘢都要俾你哋啦。哇！你話幾好啊？原來我就開始要認識佢，佢係一位點樣嘅天父啊？係咪啊？咁我認識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點樣啊？佢就會將一切都俾我啦。最後嘅一節再一次提，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嘅憂慮，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有天父嘅人處世嘅一個態度。無論呢個世界點艱難，我都知道呢位天父係會照顧我，叫我毫無缺乏嘅。所以各位，當我同你講到呢處嘅時候呢，我真係盼望你能夠把握機會，認翻呢位創造天地嘅神為天父，唯一嘅橋樑就透過耶穌基督。凡接待耶穌基督的，他就賜他們權柄，可以作上帝嘅兒女，神嘅兒女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跟我一齊嚟到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願意相信你，接待你進到我嘅生命裏邊，進到我嘅心裏邊，以致我呢一刻有權柄作為神嘅兒女，我可以稱呢位神為阿爸父，俾我經歷佢，以致我唔需要再為明天去憂慮，我只要做好我嘅本分，其他嘅你會照顧我。俾我經歷你啊，俾我認識你啊，我多謝你。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願上帝賜福你，我哋下一次再見。